天的礼拜，让我们在礼拜前，我们预备好自己来朝见上帝，也为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来预备祷告。让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弟兄姐妹，所有的设备器械都能够顺利的运作进行，还有我们弟兄姐妹也能够预备自己来到主的面前来朝见上帝。我们一起来为今天早上的崇拜献上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今天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让我们又再一次的聚集，来到你的宝座前，来到你的圣殿中，要来敬拜你，来荣耀你。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所献上的无论是我们的献诗祷告，无论是我们所有的侍奉，我们所有的敬拜的行动行为，我们的所有的器械设备，还有所有的安排流程行程，都能够为主所使用，带领我们能够享受敬拜，也在敬拜当中享受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恩待这些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也彼此恩慈相待，让我们能够在爱中彼此合一。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的恩都在我们的当中。也祝福在今天母亲节主日的当中，我们当中所有的母亲们，她们都能够得到应当得到的尊荣跟这样的一个荣耀。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今天早上的崇拜。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的主日即将要开始，所以请大家把手机关为震动。我们有预备心，我们要开始我们的聚会。
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全能至尊的主，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来到你的殿中，用真实的心来敬拜赞美你。求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当中，更新我们的意念，打开我们的心门和耳朵，以你的信实为米粮，作为应许的保障，领受你赏赐给我们的话语，遵行你的教导。我们恭敬将以下聚会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不论听的说的都蒙着益处。孩子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请会众起立，翻开《心灵粮诗选》67首，您真伟大。我们来用大声来赞美我们的主。请开口赞美主。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
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翻开圣经诗篇66卷，诗篇66，8到20节，在旧约593页。诗篇66，8到20节，由我来起，会众来应。第8，万民啊，你们当称颂我们的上帝，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叫我们脚动。上帝啊，你曾试验我们，你使我们进入网罗，你使人坐车搭在我的头，你却使我们的丰富之地，向你还我的愿，口中所许的，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凡敬畏上帝的人，你们都来听。我曾用口求告他，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但上帝实在听见了。上帝是应当称颂的，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我们翻开周报，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的公祷。我们要为欧洲西班牙祷告，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的文化中，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第二个是为我们的卫理公会宗教区祷告，竹山卫理堂曾长生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我们也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为我们的行政首长各级的官员们祷告，求主赐给他们有充足的智慧跟聪明，来掌管我们的台湾的所有的人民的福祉。也求主帮助我们，将我们的焦虑化成祷告，把我们的生活压力化成寻求你的动力，叫我们超越环境，向环境夸胜，叫我们靠着你常常以颂赞为献祭，除去我们心中的恶念。愿你的恩手扶持我们，叫我们口中言语或心中的意念，能在你的面前悦纳。你所赏赐的恩典都够用，求主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孩子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诵读经课，我们今天请苏品纯弟兄为我们来读经课。弟兄姐妹平安。本周第一经课于《使徒行传》17章22至31节。《使徒行传》17章22至31节，以下由我来为各位攻读。保罗站在亚略谷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们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上帝所生的，就不当以为上帝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以上是第一经课。第二经课记载于彼得前书第3章13至22节。彼得前书第3章13至22节。13节起，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亏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上帝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上帝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上帝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上帝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上帝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以上是神的话。我们现在读经，请翻开圣经约翰福音14章，约翰福音14章15到21节。
新约119页，新约119页，由我来攻读。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献诗，今天我们诗班要献的诗是爱，请。
正道。我们今天请蔡伟文牧师为我们正道。正道的主题：活在三一的爱里，活在三一的爱里。牧师，请。有一个在纽约有一个妈妈，一个白人的妈妈，带着她的孩子坐进计程车，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在车上的时候，小朋友就拉着妈妈的手说：“妈妈，为什么司机跟我们的颜色不一样？因为他是白人，然后开车的是一个黑人。”然后这个妈妈，她看着这个小朋友，然后跟小朋友说：“小朋友，上帝创造一切都非常的美好，让所有的一切有不同的颜色可以展现。所以，虽然它跟我们的颜色不一样，但是这是上帝的荣耀在我们的当中，上帝的美好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它跟我们的颜色不一样，但是它跟我们是一样，都是蒙受上帝的爱的。”这个黑人的司机他相当的感动，他后来对这个妈妈说：“这个妈妈，我相信你是有上帝的智慧的，你知道怎么样教养你的孩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影响我们的孩子的判断，常常会影响我们的孩子的一些的想法或是他的感受。如果各位还有印象的话，早一辈的父母亲都会告诉孩子们说：你要用功念书，要不然就会像那个某某人一样啊，或是像那个什么收垃圾的哈，或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前我们早期的人很容易会用这些叫做外在的东西去评估或是评断人。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去看到很多东西，我们从父母亲那里得来的东西，我们需要求上帝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能够看到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没有所谓的高低贵贱之分，只有不一样的功用或是不一样的这样的特质。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也透过在今天母亲节的当中，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来思想跟纪念母亲自己的母亲，我们自己的母亲或是你自己当母亲的人我们怎么样来教养孩子，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在社会上，在这个教会里面，或是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能够成为一个有爱心、有怜悯心的人，而不是只有教他读书，或是教他分辨一些对错好坏，要让他多有一些的情感在里面，一些情感的教育在里面。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多一些的对妈妈、对我们自己的亲人，特别也有一些是父代母职的，我们也为这些的爸爸们，为他们来这个祝福，让他们能够在今天这个纪念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也纪念他们在我们身上曾经所做的一切的美好。但是开始前要先工商服务一下哈，我们今天要过母亲节，所以教会也预备给我们的母亲们有礼物。但是呢，除了给这个妈妈们的这个礼物以外，我们还有附赠了一本书，叫做《你最珍贵》所以我们等一下主日结束之后，我们的姐妹们、我们的妈妈们每个人都会领到教会给你的一份母亲节的礼物我们尊荣我们的母亲，那同时也给你一份你最珍贵，因为可能很少人会跟妈妈讲说你最珍贵，因为在家里面妈妈总是那个可能就是最被忽略的或是最没有被看到的。但是我们相信妈妈是非常珍贵的，在上帝面前每一个母亲都是非常尊贵的所以我们送给每一位母亲有一本这样的一个灵修书。但是呢，我们的弟兄们也不要闲着我们的弟兄们要给大家有一本这个我以祷告爱妻子所以记得弟兄们这个回去之前一定要领取一份这个祷告手册，让我们在回去前要祷告爱妻子。说那小朋友怎么办？小朋友也有所以不要紧张好不好？小朋友也有我以祷告爱妈妈所以如果假设你妈妈也在的话，也可以就是可以领一份这个我以祷告爱妈妈，为你的妈妈祷告，为在家里面的我们那位无声但是常常在工作不停24小时轮番这个没有轮班的，就一直就是他这一班的那一位我们为他来祷告，求上帝来带领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因为上帝的话
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他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45年前，我那时候年纪还小，大概5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到台上去第一次的演讲，在教会里面，然后演讲的题目就是我的妈妈。各位知道那个时候5岁的孩子，其实你要叫他背东西是很难的，所以通常还要再写个注音符号在旁边。然后我的老师是谁？我演讲的老师又是我的妈妈，所以我的妈妈同时要当一个言师，同时要当一个慈母。好，所以这个去演讲比赛的时候，不是演讲比赛，那是教会办的一个对妈妈的一个感恩，就像现在这样，母亲节的时候对妈妈的感恩。好，上台的时候，这个全部脑筋一片空白，然后全部忘掉，然后只知道在台上哭，然后台上哭的时候用仅存的残存的记忆去讲那个讲章，然后呢讲完了，讲一半的时候，所有下面的很多妈妈们也在哭。然后哭的时候，我台上哭，台下也哭，然后大家哭成一片的时候，然后我的牧师拍拍我，他说：“小朋友，你的演讲很感动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感动，但我知道我很害怕而已。但是下面的人是我不知道了哈。但是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也许对孩子在当时的感受，可能不见得是叫做我真的把我心里面对妈妈的爱讲出来。我只记得我那时候是很害怕的，因为如果讲得不好，回家可能会被妈妈骂。好，但是呢，我们这个当中的很多妈妈们，她们却感受到哇，一个小朋友他可以表达一些的感恩，即使他只是微小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母亲对我们的爱是相当伟大的。也许我们可能给她的也只能够不过是一个微小的一个回应，但是那个微小的回应都会成为感动人心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或故事。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对自己的母亲表达感谢或感恩。所以有一个美国总统有一任的美国的第2任的美国总统叫约翰亚当斯。这个人他说什么？他说，妇女的言行堪称最可靠的标记，能反映一个国家的道德品格的水平。所以一个母亲能够来教养孩子，用她的生命来带领孩子，从小这个小朋友他就接受母亲的教导。跟孩子最接近的通常都是母亲，父亲通常都是在外面工作，或者是父亲可能需要游戏玩乐的时候，但是母亲最常在孩子的身边。所以我们的教育，家庭教育通常都是母亲或父亲来教导。所以在美国当时他们认为说，一个妇女的一个生命或是她的言行，是一个国家是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国家的水平的状态，就是从这个妇女可以看出来的。我不好说那个字，但是应该各位有听过，在台语有一句话讲说，如果你要娶那个女孩子的话，你要去看她的妈妈讲要娶某进前要看伊的娘类。听懂这个意思吗？要看他的妈妈，他的妈妈是怎么样来带这个女儿，那这个女儿她就会从她的母亲的身上学到这些的功课。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母亲的角色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常常会说爱妈妈，但是如何去爱 ？How？ 如何去做这个事情？有一个最近刚过世的一个牧师叫查尔斯·斯坦利这个他这样说，他说有几个方法我们可以不要花钱，但是就可以去表达我们爱妈妈他说第一个，他说开口对他说我爱你。我不晓得我们当中的这个华人可能比较不容易表达爱，或是我们比较不喜欢去讲爱。我记得我第一次跟我的母亲道爱的时候，我说或是表达感谢的时候，我的母亲居然不知所措。她说咱家己人刚刚呢，类似像这样，来自但是至少要表达那个爱在那个当中好，第二个，她说要说祝福她的话，
不是常常骂他哈，因为有时候妈妈确实有点比较啰嗦了些，但是她是出于爱的，所以多说一些祝福的话来祝福母亲。第三个，鼓励她。我想很多人都不晓得说，其实妈妈是需要鼓励的。很多人都觉得啊，孩子要鼓励，但是其实妈妈也是需要鼓励的。我们需要鼓励妈妈，让妈妈可以做得更好，妈妈可以更高兴愉悦，她可以能够在教养孩子上面，或是在持家上面，她能够更好。所以没有人天生是出来就当妈妈的，没有。所以我们需要更多鼓励自己的母亲。当然，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让我们能够用更多的爱心去包容跟接纳跟鼓励母亲。第四个最难做就是什么？安静听她说话。特别如果各位有上过一些这个心理咨商的课程的时候，都会听到有一个事情叫做倾听。很多时候我们会去倾听别人，但是我们不会去倾听自己的家人，或甚至去倾听自己的妈妈，因为我们都觉得她很这个唠叨，或是觉得他很这个不好沟通，但是能够去听他表达的东西，不是去认同他的立场，但是能够去听表达，我们听到他所说的，这是一个能够表达爱的方式。然后下面这个我就不太确定了哈，但是这个也许也可以做一点思考。至少以前在我那个时候的年代，我记得以前在当兵的时候，我们的长官都会讲一个话说，再苦都不要回去跟妈妈诉苦类似像这种当然这个不一定现在的时代适用，但是另外一个东西是因为妈妈总是比较会为孩子们操心，所以其实需要能够尽量多一些，除了有时候会诉苦以外，让我们也多一些讲一些好的事情，让妈妈可以觉得我的孩子在外面，或者是我的家人在外面，他们不必要为他担心这妈妈不用为他担心。然后谢谢他的教养，我们表达感谢，表达赞美肯定，然后做谦卑敬虔人的，做一个谦卑虔诚的人，教养谦卑虔诚的下一代。所以妈妈怎么样教养我们，让我们也这样去教养我们的下一代。台语有句话讲叫做“手抱孩子，才知爸母时”。你要抱到孩子的时候，你才能够了解当妈妈的那个感受。所以做一个谦卑虔诚的人，教养谦卑虔诚的下一代。也许我们没有办法马上去这个像妈妈这样但是我们可以就是慢慢的也能够成为我们当中当母亲的人，我们也慢慢成为像自己的妈妈一样，能够敬虔的教养下一代。然后为母亲祷告，常常为自己的妈妈祷告，为她的身体健康，为她心理健康，为她能够有很好的财务的规划，为她有很好的这个学习，也为她有很好的在家里面的工作或是在外的工作。现在很多外面也有母亲在外面工作的，不管家里的工作或外面的工作都能够顺利平安，跟人有好的关系。我们也可以为母亲祷告，所以求上帝带领，让我们能够在母亲节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自己的妈妈能够来道谢道爱。愿上帝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母亲节的当中，也能够有一些好的表达。但是另外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除了去感谢自己的妈妈，或者是我们自己当妈妈的人，我们领受孩子们的感谢，那我们也要去注意，有一些妈妈们，她们现在没有孩子。有一些孩子他们现在没有妈妈，所以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些妈妈们，他们可能没有孩子了，那么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求上帝来纪念他们的辛劳跟他们为家庭的付出。虽然孩子不在或是孩子不见了，但是我们也为他们祷告。那我们也纪念那些没有父母亲的孤儿，或是没有父母亲的这些的这个孩子们，让他们也能够被照顾到。如果我们可以能够多一些爱的话，让这些孩子们他们也有机会被爱，让他们感受到他们不孤单，因为也有很多的长辈妈妈们为他成为他的妈妈，成为他的父亲，能够来照顾这个孩子。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所以母亲节不是只有单为着我们自己的家，也要为着我们在身边周围里面需要的人。有一些人他们的心像孤儿一样，他们甚至也许有自己的父母亲，但是他们的心却像孤儿一样。让我们也去纪念跟爱护这些
像孤儿的人，或是真的是孤儿的人，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他们的父母亲，为他们常常来这个照顾，让他们可以得到帮助。愿上帝帮助我们。好，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一个很特别的经文。在题目上我写说三一的这个上帝。那我们在使徒信经里面有提到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灵上帝。但是我们在传统教会里面，我们比较多提到的是圣父跟圣子，我们比较少会去提到有关圣灵。讲到圣灵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它是一个洪水猛兽，因为在传统教会里面，大家都觉得好像圣灵不应该讲，但是其实圣灵应该要讲，特别在教会里面应该要多讲圣灵，因为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教会就不会诞生了。所以下个礼拜就是圣灵降临节。圣灵降临节其实就是教会的生日，因着有教会的诞生，圣灵工作让教会能够诞生出来，所以圣灵降临节应该是教会的生日的时候。教会第一间教会开始就是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一天有3000人信主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对我们相当的重要。我不好全然这样说，但是有点类似，我只能说有点类似。我们讲圣父上帝，我们讲圣子上帝，其实圣灵有点像妈妈的角色一样，好像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三位一体的上帝，使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位不同的位格，但是是同一位上帝，他们的这样的不同的分工，以至于我们对上帝能够有更多的认识。其实讲三一上帝的时候，其实要很小心，因为讲三一上帝都要很深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只能够粗浅的让大家可以知道，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我们有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灵上帝，三位但是是一体的。好，那有很多人很难解释三位一体是什么，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请大家看一下创世纪里面。也许没有人去用这个来解经，但是我最近发现用这个其实是一个好的解释。各位知道，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在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讲说，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个别的人却成为一体，却表示什么？他们不同，夫妻先生跟太太不一样，但是两个人却可以成为一体，这个表示类似像三位一体，我们可以去类似这样去解释它。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讲三一上帝的时候，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在这个今天读的经文的前一章里面，就是在第13章里面，约翰福音第13章里面，是耶稣要去钉十字架之前，跟门徒的最后的晚餐的时刻。如果各位有看这一段的圣经的话，或是有印象，在这段圣经里面，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起在这个一个楼上，我们不晓得是哪一个楼，虽然有人说是马可楼，在一个楼上，他们在那里吃饭，在吃饭的当中，耶稣对这些的门徒的一个传讲，他告诉门徒们说：你们在我离开之后，应该要遇到什么事情，或是应该怎么做。所以这是耶稣在跟门徒的最后晚餐的时刻。所以耶稣在13章里面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在13章的最后的地方，耶稣提醒门徒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好，所以耶稣透过这样来告诉这些的门徒说，应当彼此相爱。除了你们爱我，除了你们爱上帝，你们也应当彼此相爱。这个是耶稣说，这是他的命令。所以当我们读到耶稣他的命令的时候，要遵守他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应当要知道那个命令在什么地方。如果各位现在手上有圣经的话，请大家跟我翻开一下，这里确实的提到了耶稣他所说的他的命令是什么。请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13章的34节，我们刚刚读的那一节圣经的前一节，34节，13章，约翰福音13章3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节圣经，一起念来。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好，
所以耶稣说他给我们一条新命令，这条新命令是什么？叫我们彼此相爱。他说：你们如果遵守我的命令的话，你们就真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好，所以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里面，耶稣几次提到说要遵守我的命令，要遵守我的命令。所以耶稣的命令是什么？耶稣的命令就是叫我们彼此相爱。所以约翰福音13章35节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怎么样让人看见这是基督徒的生命？因为有彼此相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7节，耶稣要离开，耶稣要上十字架，耶稣要去赴死，但是这些的门徒心里面是慌乱的。耶稣讲得很明白说，我将要离开了，所以很多人开始在想说，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们的老师不见了，我们的导师不见了，我应该怎么办？各位知道，刚刚提到孤儿的心，孤儿其实常常有一个特征，就是很多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是孤单的，很多时候他觉得害怕，很多时候他会觉得他是无助的，因为他没有父母亲在他的身边。好，所以耶稣知道门徒们心里面所想的，所以他告诉门徒们说，他要赐给他们另外一位保惠师。请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14章的16节到17节，我们来念一下这节圣经，一起念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我要离开了，但是不用害怕，因为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需要找一些词典或字典，因为有很多词，包括保惠师这个词是很早期的字。各位知道保惠师是什么意思，知道吗？保惠师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好，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各位知道在以赛亚书里面，曾经有称呼这个上帝的名字，他说什么？他说他是，叫什么？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前面还有一个什么？奇妙测试，有没有？全能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个奇妙测试，那个测试就是这里的保惠师。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啊，测试的意思就是什么？换现在的话讲白话一点，就是咨商师啊。这样听得懂意思吗？上帝透过圣灵来给我们做咨商师，让我们什么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有咨商师，你的咨商师不一定你要去挂号，你不一定要去医院里面，但是你有一个咨商师，那个咨商师是谁？是圣灵在你的里面，让你可以凡事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去询问圣灵，帮助你，让你知道上帝的路在哪个地方。所以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讲说，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认定他。要让圣灵带领你前面的道路，让他来认定你的道路，而不是我自己去随便的去认定。好，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2章27节，这里提到另外一个解释，它是用新译的版本。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版本，一起念来。圣灵会把你们需要知道的一切教导你们，他所教导的都是真理，没有谎言。这是约翰在约翰一书2章27节里面写的，呼应了今天这个经文里面，他说那个真理的灵是什么？圣灵要让我们能够知道上帝所说的一切，他要教导我们，他所教导的都是真理，并没有谎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理也是真实的意思，没有谎言的意思。所以当我们需要知道明白真理的时候，要让圣灵工作在我们当中。你要看懂圣经，你要让圣灵工作在你的身上，让你里面能够看懂上帝的话对你所说的话语。所以让圣灵工作在我们身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情。17节我们来念一下17节，怎么样能够来认识这位圣灵。17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一起念来。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应许他的门徒说：“你们要领受圣灵。你领受圣灵的时候，他要常住在你们的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圣灵不常跟人同住的，圣灵常常是给你力量，然后给你帮助，让你可以去完成那个事情。所以有一些先知或是士师，他们可能这个工作完毕之后，这个就没力了啊，然后圣灵就离开了。其实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让我们的生命全然被上帝来掌管，让我们的情绪感受，我们所有的工作能力都从上帝而来。当我们能够有这个发电机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不必须要充电，常常充电在我们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就是那个发电机，让我们可以在里面不断的有电源可以出来。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他说这个圣灵好像什么活水的江河从我们的里面涌出来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觉得疲累，或是觉得难处，或是觉得或是觉得在工作上压力很大，或是我们觉得需要帮助的时候，好像需要充电一样，因为我们里面的那个是蓄电池。但是如果你里面有发电机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圣灵常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常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不断源源不绝的能够有这样的动力从你的里面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的服事不能够长久，你常常觉得服事很累，或是你觉得你的工作很多，没有办法能够得到充分的一个好的一个休息的时候，你需要浸泡在圣灵的里面，让你里面有源源不绝的动力可以能够提供出来。如果我们里面的是蓄电池，那么恐怕我们就要常常充电。但是如果我们里面有发电机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源源不绝的有那个动能可以出来。上帝帮助我们，真理的圣灵是世人不能接受的，也不认识的，但是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刻，当你打开心门接受耶稣住进来的时候，那一刻圣灵就已经住在你的心里面。所以爱德华是这样说：圣灵住在基督徒里面，他以我们的心为居所，而且他成为我们情感的源头。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切的情绪感受，让我们一切的对上帝的爱或是崇敬，都从我们的心里面发出。而那个从里面发出的，就是里面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来向这位天上的上帝来发出这样的一个感谢跟赞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服事祷告很疲累，那么你需要圣灵的帮助。如果你觉得祷告服事相当的喜乐平安，那么圣灵已经在你的里面动那个奇妙的工，让你的情感能够对上帝有这样的一个丰富的爱在这里面。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源源不绝的能够来爱上帝跟爱人，那个动力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18节的地方，门徒其实遇到一个事情是，他们的老师要离开，他们恐怕会成为像孤儿一样。所以18节，耶稣再一次的保证，除了他要赐下圣灵以外，他再一次的保证说，不让他们成为孤儿。18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8节，一起念来：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耶稣不撇下我们，耶稣不丢弃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提到说，这个他必不撇下，也不丢弃我们。耶稣并没有撇下这些门徒，没有丢弃，他透过圣灵来帮助他的门徒，让他的门徒能够想起他所说的一切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常常想起上帝所对你说的话，那么就是圣灵在你的里面运行跟感动在你的里面。你说为什么我听不到上帝的话？有很多人问牧师说，为什么我听不到？因为你没有让上帝的话进入你的心中。如果你让圣经、上帝的话进入你的心中，你会常常听到上帝对你说话。上帝是很爱对我们说话的，他想要让我们明白跟认识他。圣经说他不撇下我们成为孤儿，他必然到我们这里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8章14节，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确信我不是孤儿，我是上帝的孩子，我是属上帝的儿女。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8章1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节圣经，一起念来：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被圣灵来引导的时候，你就是上帝的孩子，你就是上帝的儿子，你不是孤单的，你有神的儿子，你有神儿子的灵在你的里面，你有圣灵在里面，上帝的灵也住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来认识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20节，我们来念一下20节，一起念来。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耶稣说：“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的里面。”所以，如果在这边的话，父亲除了住在耶稣里面，也住在谁里面？知道吗？也住在我们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孤儿，我们不是那个没人要的，我们不是没人爱的，因为有上帝爱我们。保罗在这里就讲得更清楚了。加拉太书2章20节说什么？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圣灵在你的里面，你里面活的就有基督的生命，你是神儿子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活。所以我们不是孤单的。很多人说我的生活是很孤单、孤独的，是很寂寞的，是很难去熬的，因为好像没有人爱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位上帝爱你，深深的爱着你。在旧约圣经里面说，他默然爱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默然的爱我们，虽然他不讲话，但是他在那里默默的爱着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那一位活的耶稣、活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与父有相交。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4章15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怎么在主里面，怎么在父里面，怎么在子里面，怎么在这个父子圣灵的爱里面。我们来看约翰一书4章15节，我们一起念来。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所以你如果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的时候，你就有圣灵在你的里面，那么你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你的里面。所以约翰福音1章12节里面说什么？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确信你是上帝的儿女？如果你有确信你是上帝的儿女，那就应该要将那个孤儿的灵从你身上挪去，不要让那个孤儿的心在你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表现，虽然我们信上帝了，但是我们的表达很多像孤儿一样。我是一个没有人爱的，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啊，我是一个这个被撇弃的啊，我要好的成绩，别人才会爱我啊，好像我要有一些什么表现啊，上帝才会接纳我。我们很多时候是孤儿的心在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除去那个孤儿的心，让我们里面知道我有满满丰富圣灵住在我的里面，内住在我的里面，我并不孤单，因为他与我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孤单不是因为环境的问题，很多人在众人当中也显得自己很寂寞。虽然有的人在一个人的时候，但是他的心里面也能够很丰富。所以上帝帮助我们，不是因为你在人群当中你就不寂寞，不是因为你在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很孤独，并不是，而是你里面是不是有那个丰富在你的里面？耶稣说，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就流出那个活水的江河。上帝帮助我们，圣灵来在我们的当中做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知道不孤单的。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有一个很明显的东西，各位如果领受圣灵在你里面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是免不了的，你会得到那样的祝福在身上。约翰福音15章7节，这里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很希望祷告的时候，上帝听祷告，但是我们有没有知道怎么样让上帝听我们的祷告？他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前提是什么？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多久没有经历到你的祷告蒙上帝的垂听？如果你希望你的祷告蒙上帝的垂听，那么你要常在主的里面，上帝的话也要常在你的里面。他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有圣灵同在，我们能够寻求上帝的心意，以至于我们所祷告的，上帝都要这样的垂听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又提到21节，又提到耶稣的命令了。我们来看一下21节，一起念来：“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
主的命令又遵守了。知道耶稣的命令是什么吗？还记得刚刚读了13章有没有？彼此相爱，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就是爱我的。如果后面的那段继续补上去的，他说什么？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要向你显现。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门徒彼此相爱的时候，耶稣就在我们的当中。当我们能够彼此恩慈相待，彼此互相用爱来对待的时候，耶稣就在我们当中。耶稣说什么？他说：“凡2、3个人同心合意在地上祷告，我必然什么垂听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才是爱上帝的。所以旧约圣经里面也常常提到要遵守上帝的话、上帝的命令。所以《生命记》里面提到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所以很多讲员来这边讲道的时候，都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要听话。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是要听别人的话，或是世上其他的声音，你要听上帝对你的话，让上帝的话在你的里面不断对你说话，使我们能够常常与主有美好的交通。所以这个爱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实在爱不下去的时候，那么需要让上帝的圣灵帮助我们，因为爱就是遵行上帝的命令，是我们从起初所遵行的命令。当我们爱不下去的时候，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有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付出那样的爱。当你爱不够的时候，让那个充满爱的上帝住在你的里面，你就能够显出那个爱。所以提姆凯勒这样说：一般的宗教提到说，我遵守教条，所以我被上帝接纳。很多人遵守上帝的话，是因为我想要被上帝接纳。但是提姆凯勒说，我被上帝接纳了，所以我顺服上帝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我们谨守遵行，不是因为这样来好像让上帝接纳我，而是我们已经被接纳了，所以我们应当这样做。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基督徒的路径跟别人不一样。你的路径应当是蒙恩的人，我们能够蒙恩，以至于我们能够行出恩典，不是我做这些事情来使我们能够蒙恩。所以那个是不一样的路径。上帝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他爱我们，并且让我们在爱里面也能够彼此相爱。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缺乏爱的时候，让这位有爱的上帝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有爱不断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显出来。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我们是活在圣父上帝的爱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是爱我们的。很多人对圣经里面区分成旧约跟新约，好像旧约的上帝比较没有爱，新约的上帝比较有爱。其实并不是。从过去上帝就是这样爱我们，创造世界以前他就已经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地方给我们人来居住，到现在他仍然爱我们，将来他仍持续的爱我们。所以上帝创造我们，他了解我们，并且深爱着我们，他的爱没有短缺，没有减少。所以这个 John Owen 这个牧师他说，父的爱是永恒的爱，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尾，不会因为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增加，也不会因为我们这个里面有什么样的事情，包括我们有罪了，所以就减少了，并没有。上帝的爱是一直持续不断的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上帝透过他的爱子来创造世界，上帝透过他的爱子托住万有，上帝透过他的爱子启示自己，上帝透过他的爱子救赎世界，上帝也透过他的爱子来审判世界。所以耶稣基督是上帝天父上帝的爱的表现，爱的一切。上帝帮助我们，上帝透过耶稣来爱我们，让我们能够得享这样的美福。我们不断的在上帝的爱里。第二个，我们是活在圣子上帝的爱中，不但是天父上帝爱我们，圣子上帝也爱我们，因他为我们承担世人的罪孽。所以施洗约翰在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这样见证：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为我们承担所有的罪，使我们能够得着丰富的生命。所以耶稣是神，他是我们的上帝，他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罪里面被拯救出来。所以耶稣的名字，他说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罪在哪里，耶稣也在那里预备了救恩，使我们能够随时预备得着拯救。所以接受的人就能够得着这样的救恩。第三个，我们是活在圣灵上帝的爱里。
所以我们刚提到了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跟圣灵。所以圣灵帮助我们什么？引导我们赐下能力过圣洁的生活，能够爱主所爱，能够得着上帝所给我们的安慰。所以愿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被圣灵来浇灌，使我们能够跟随主的话语来行。所以愿上帝带领我们，如果我们里面有缺乏爱的时候，求圣灵浇灌我们，让我们有爱在里面；需要信心的时候，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信心在我们的里面；失去盼望的时候，求圣灵浇灌我们，让我们凡事能够有盼望。以弗所书4章3节，这里特别提到，在圣灵的里面，我们保守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4章3节，他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圣灵让我们能够合一在基督的里面。愿上帝带领我们，让圣灵工作在教会里面。我们的教会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的教会不一定要坐满人，但是要被圣灵充满。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是母亲节，让我们也透过圣灵的引导跟提醒，让我们也能够遵守跟遵行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当中。当我们需要改正跟纠正的时候，求主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荣耀他，还有上帝所喜悦的生命。圣灵好像一个妈妈一样，能够不断的孕育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来按照天父上帝的旨意行。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听从父母亲的指教。在箴言里面常常提到说，要听父亲的话，要听母亲的训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也常常能够听父亲的话，听母亲的训诲。重要的是要听圣灵引导我们走在上帝心意的里面，使我们能够有力量来遵守上帝的话。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需要你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这个人被你来管理，被圣灵来管理，靠圣灵来得力。我们需要有爱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爱心不足。愿你赐给我们圣灵，好让我们能够爱上帝、爱人。主啊，我们的信心不足，愿你赐给我们信心，圣灵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信上帝，并且能够对人有信任，也帮助我们能够有爱上帝的心跟爱人的心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浇灌我们，我们所做不到的，愿圣灵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满足上帝的需要，并且透过圣灵使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献诗，我们莲秀姐妹要献诗圣母颂，请。
荣耀归给主。我们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多的感动。好，我们要回应诗歌，请各位弟兄姐妹起立。我们翻开《心灵粮诗选》595首，我们也用我们母亲的爱来回应我们上帝的爱。灵粮诗选595首，母亲的爱。人生如云，一瞬间就消失，留下极微小的痕迹。所夸耀的美景，在无限宇宙中，好像一朵花炫耀些。唯有母亲所流眼泪，在我一生中最可贵。每日为我心，每夜为我祈祷，是我痛苦中的安慰。微笑在童年，不只是上邪恶，睡在母亲的慈怀中。因知我的母亲离开我的年少，但是我仍然要坚强。唯有母亲所
祈祷，是我痛苦中的安慰。无尽的信仰，我永远不忘记，是我软弱时的安慰。当日主再来，领我到天城门，那时人看见我不屈，没有亲所流眼泪，在我一生中最可贵。为我高兴，泪也为我祈祷，是我痛苦中的安慰。当真有今日当孝顺的父母，或者有一天无机会，是父母在世时不为你心忧伤，不要仍然把它伴随。没有父亲所流眼泪，在我一生中最可贵。泪为我心，泪也为我祈祷，是我痛苦中的安慰。我们仍然站立，我们来一起为奉献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今天的母亲节特别的日子，让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也让我们奉献我们一点点的金钱作为教会的事工，求你悦纳。孩子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问安差遣，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等一下唱完一遍以后呢，就彼此的问安啊。那跟你的左右的弟兄姐妹们互道平安。成为一家人，
我们特别的日子有特别的多的话语要跟大家彼此分享。不过我们接下来是要做事工的报告。感谢主，今天的是我们特别的母亲节，所以我们刚刚在唱回忆诗歌的时候，其实第4段的那个歌词，大家可以在多多的思想。当我们趁着今日要孝顺我们的父母，或者有一天没有机会使父母在今世不要为我们担心，我觉得真的是在母亲节，我们更要多的思想这样的事情。献上感谢。好，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特别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成人主日学就暂时停一次啊。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周报。好。我们要介绍我们的新朋友，蔡美凤姐妹在现场哦。蔡美凤姐妹，我们请立，我们欢迎她。她是莲秀姐妹的朋友哈，她是莲秀姐妹的朋友，今天特别来我们教会一起跟我们一起聚会，一日欢迎，永远的欢迎。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周报里面的讯息，我们教会已经有新任的干事，是郭丹金姐妹。我们请我们的牧师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些我们这个新的干事。好，郭姐妹。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终于有新的干事来我们当中工作了哈。特别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的郭丹金姐妹，她明天就要上任，那她今天先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聚会，也认识大家那她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妈妈所以她今天也能够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过这个节日。那她有一个小朋友目前是高中生在念高1那现在她明天开始她就在我们的办公室担任我们的行政干事的工作。所以本来是他明天要上任，但是我说如果这个弟兄姐妹他来的时候说，奇怪，里面中间那个人是谁不认识那所以我们就特别提早一天，让他来跟大家做一些的认识跟这样的一个接触那当然刚开始工作一定还有很多不熟悉的地方，那要请弟兄姐妹多多的帮助鼓励跟一些的指导，然后让他能够在工作上尽快的上手跟顺利。那我们也要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让我们有行政干事之后，我们的行政工作能够稳定，然后我们继续的就往前行，让我们能够不断的能够进步跟成长。特别为我们的教会也要能够进步成长来祷告，有好的同工，我们也要好的弟兄姐妹的配搭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要把教会当成自己的家。所以虽然我们有一位干事，但是不是所有的事情他全部都要一个人包了如果假设我们随手，比如说如果随手可以关灯关窗或者是可以一些打扫整理，如果我们随手可以的话，也可以比较减轻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负担。因为各位来的时候，其实他们都要做很多的预备工作、事前的工作所以让我们可以在上帝的家里面，我们彼此成为家人，然后我们也彼此互相的照顾、互相的帮助需要的时候我们请干事来帮忙，那但是干事也需要我们一些的帮忙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参与，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家。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家里面能够有管家，但是不是每件事情都让管家做我们自己也要能够有一些好的一个品格跟品德该收拾、该
这个丢的垃圾，或是该要关的窗，我们自己随手都可以做，因为这是我们的家。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新的干事管家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为他祝福，让他在明天开始工作之后能够一切进行顺利，也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有美好的互动。那我们就一起来为我们的新任干事，我们的郭丹金姐妹为她来祷告，求上帝带领，让她的工作一切进行顺利，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有美好的互动。我们一起来为她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为我们的丹金姐妹献上祷告，带领我们的丹金姐妹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担任我们的教会的行政干事。愿你给她智慧、聪明、治理事的能力，让她能够在这边能够有美好的服事，也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爱惜跟珍惜我们的同工，让我们能够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我们的干事，他的工作、家庭、生活一切蒙恩，也愿你纪念我们的属亲干事他的辛劳跟带领然后能够祝福他的家庭生活一切蒙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再次的拍手来鼓励，欢迎他，谢谢。好，那所以请弟兄姐妹也为我们的办公室祷告因为我们几乎全年无休了我们的办公室几乎全年无休所以像周间也有我们的这个社区干事也在，还有静心也在我们当中，这个我们的干事助理也都在我们当中所以让我们可以每一天能够在这边享受美好的服事的时候，也纪念这些服事我们的人，还有这些义工还有很多的义工，他们也都在周间都有给我们有一些很好的环境可以服事我们，让我们也成为服事人的人，别人服事我们也可以成为，让我们也可以成为服事别人的人。愿上帝帮助我们。好，我们再看一下周报，第二项是6月19到6月21号的澎湖旅游。那今天下午3点之前截止，如果还有需要报名的，跟邵文兄报名。第三项就是我们的母亲节活动，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暂停1次。那我们很感谢牧师，他在这段时间都给我们传了很多那个圣经里面这些贤德的妇人，哈拿啦、拿赫米、玛利亚、以斯帖。我们透过这个期节，也许我们可以再重新思考圣经里面许许多多的母亲是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学习的对象。求主帮助我们。好，那第4项就是5月21号牧师会有交换讲台。那5月20再提醒大家，5月20是姐妹培灵会，所以我们欢迎姐妹们，你们能够把时间特别空出来参加我们教会的这个讲座，是由蔡慧秋老师分享我们这些讯息，让我们每一个姐妹都成为才德的妇人。那我们也谢谢这些5月20号的这个活动的所有的同工们，也为这件事情我们能为他们祷告。好，那礼拜4的查经祷告会，我们也希望同工们弟兄姐妹们能够踊跃的参加。我们再看第8项是教会的爱心基金捐款如果大家有负担，也希望能够有奉献。肢体消息的部分，大家请参阅。那很恭喜迪华姐的媳妇生下了一个新的小 baby， 我们祝福她，也为她祷告，为他们的身体健康，母子都能够平安。好，那另外就是5月17号，传财兄他们要回加拿大那也求主保守他们在旅途中一切的平安。那英才兄夫妇要到法国去探望女儿我们也一样祝福他们让他们在新的环境里面有很快的新的适应。我们求主保守。好，那牧师还有要补充？好，我们弟兄姐妹请起立，3一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
妈妈们记得外面有小礼物在等着你们啊！希望你们能够今天过一个美好的母亲节。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你的爱赏赐我们，透过圣灵使我们能够被引导，以至于能够遵行你的旨意。透过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并且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也常住在你的里面。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我们在殿乐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和教会的事工来代祷。我们今天聚会到这边结束。